各位朋友，歡迎嚟到合眾連橫節目。今日傾咩嘢呢？今日請咗基過嚟，一定係傾特朗普訪華啦。特朗普呢一次訪華係呢個時隔9年佢第二次嘅訪華，咁啊全球關注，因為中美關係實際上咧而家就係全球最重要嘅雙邊關係。中國同埋美國咧都係世界上最大嘅兩個大國，佢哋一舉一動咧都影響到全球嘅事務。咁呢一次特朗普訪華，到底應該去點樣去睇、點樣去評價呢？請教下基哥啦。我覺得咧呢個分析咧，首先可以從幾個方面去睇啦。第一個就從嗰個安排嘅情況、嗰個變動咧去睇；第二個咧就係當然從每一個佢哋特別兩個元首嘅發言去睇；第三個咧就係一個我哋佢見面之前大家估計會討論嘅項目，嗰啲項目嗰去睇。嗱，首先我哋想講下嗰個安排啦。嗱，個安排嚟講咧，我可以話係高起低收嘅。點解會係高起咧？就意思係特朗普嚟到中國咧，係韓正國家副主席去迎接佢。嗱，呢個比佢即係9年前嚟中國嘅時候咧，檔次係高咗嘅。上一次係外交部長，今次就係國家副主席。就算咧俄羅斯嘅總統過嚟咧，都唔係副主席去接佢喎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高檔次。第二咧嚟到咧，響飛機坪嘅地方咧，有啲青年人咧就企晒喺度迎接佢。去到咧係人民大會堂入去開會之前咧，睇到儀仗隊啦，睇到好多小朋友啦，攞晒兩支國旗喺度搖旗吶喊啦，係嘛？係好開心嘅，好溫馨嘅，甚至一個好高檔次嘅一個接觸嚟嘅。嗱，呢個我覺得係高起嘅。第二個咧就係第二晚嘅聚餐國宴啦。國宴咧當然呢個嘅檔次就好難講，因為呢個唔係大排筵席嗰種，佢係帶咗17個美國嘅頂尖嘅商界嘅頭去啦。咁我估計你都係10幾人，加埋啲官都係20-30人、40人咁樣。咁你唔會係幾百人嗰個國宴㗎。咁我估都係100人到咁樣啦。咁呢個咧，你都可以話係高檔次嘅，因為你睇到嗰個鋪排嗰個發言等等咧，特別係我哋國家主席習近平嘅發言內容咧，我就暫時唔講內容，先係講個鋪排啊。基本上咧已經係去到，我覺得即係作為中國嚟講咧，已經係好俾面俾實嘅，即係叫做即係將你特朗普擺到去可以鬆毛鬆翼嗰個咁嘅身份地位。但係走嘅時候咧，我就覺得有啲安排上面咧跌咗落嚟嘅。第一，我暫時仲未睇到中美有聯合聲明。第二咧，送機咧唔係韓正咯，係去翻係外交部長咯，即係個級數咧係跌咗，係王毅即係跌咗落嚟嘅。所以我就覺得係高起低收。嗱，咁點解咧？就係呢一次咧，就係雙方面冇一個文字上嘅協議。大家即係特朗普咧，就對記者講都有好多重要嘅收穫嘅，譬如講買200架波音啦，買大豆啦，買其他嘢啦，而且咧就話幫中國領導人咧建立咗非常良好嘅關係。咁咧，中方方面咧都話呢個中美之間咧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共識，係中美之間能夠合則兩利，咁呢個對全球都係好重要嘅。但係點解冇一個文字上嘅協議咧？就請教一下基哥啦。我就估計即係懷疑咧，係傾嘅過程裏面咧，我覺得係中國最重要提出要討論嘅嘢咧，係冇達到目的，甚至係冇結果，甚至可能冇討論添啊！咁呢個就係覺得其他嗰啲嘢對中國嚟講，可能真係濕碎嘅，特別講商業嗰啲嘢。到而家嘅情況嚟睇咧，你講商業美國制裁中國，無論你係科技上面、生意上面、金融上面，你點制裁，你都已經係可以話輸緊嘅，你根本就係打唔到中國。因為而家對中國最緊張就係台灣問題。咁我就發覺咧，就係響今次特別係第二日嘅上晝，習特佢哋會談嘅時候咧，突然間中間時候中國咧係出咗2個聲明或者公佈我讀俾大家聽啊。第一個咧就話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係中美雙方最大嘅公約數，美方務必慎之，又慎處理台灣問題。呢個係好講台獨同埋處理台灣度咧，一定要謹慎。第2份嘅公佈咧，仲更加直接添啊！佢點講咧？佢話台灣問題係中美關係中最重要嘅問題，處理好了，兩國關係就能夠保持總體穩定；處理不好，留意處理不好，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，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嘅境地。我哋一路都講台海問題嘅時候咧，好多時我哋都講係大陸同台灣嘅問題，甚至有咩打仗、咩火花擦咧，都係大陸同台灣嘅問題。
但係呢份聲明唔係咯，佢呢份聲明就你可以話溫馨提示，亦都可以話係警告。佢話明當處理不好嘅時候咧，兩國就會碰撞，並且甚至衝突。兩國係指中國同埋美國，即係話台灣嘅問題你處理得唔好，我唔知包括佢賣軍火啊，包括你支持台獨或者表面唔支持，實質係支持啊。咁呢個係處理唔好噶嘛？處理唔好嘅時候咧，嗰個衝突唔係大陸同台灣，係中國同美國。呢個係一個好清楚嘅警告嚟。個奇怪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兩個仲傾緊噶嘛？點解傾緊嘅中途突然間出呢兩個公佈咧？我估啊，當時已經係唔傾或者傾唔到，冇結果。所以中國咧都唔等你美方回應啊，甚至唔俾機會你回應，因為你哋仲開緊會噶嘛。佢係整咗兩個公佈出嚟，清清楚楚、獨一無二，我中國嘅態度立場。我覺得呢個原因係最重要。係啦，咁其實咧就好重要一點咧，即係話對台軍售咧呢樣嘢咧，就係中美之間咧非常敏感、非常重要嘅一個問題。因為中美聯合3個公佈咧，美方面咧曾經係應承過係逐步減少對台軍售，而且直接係冇嘅。咁但係幾十年嚟咧，美國咧就一直都係堅持對台軍售，而且咧甚至係越做越大。咁啊啱啱咧，特朗普咧係批准咗110億嘅對台軍售。咁而家咧，台灣咧由立法院咧就通過咗7800億台幣嘅，相當於200幾億美金嘅呢個購買美國嘅武器嘅一個議案。實際上喺呢一個問題上係咪呢個特朗普咧係唔能夠明確表態咧？又問下基哥啦。其實咧，特朗普唔明確表態咧，我覺得係唔淨止軍費，即係賣軍器嘅軍火呢個問題嘅。第一賣軍火好明顯就係美國佬即係撳台灣啦，即係好似櫃員機咁樣撳幾多就幾多。大家都知道咧，台灣響上嗰幾次咧已經俾晒錢買嗰啲軍火，嗰啲軍火竟然過咗5、6年到而家都未收貨嘅，大佬錢啊俾咗，有乜理由5、6年都唔收咧？今次仲係咧，連嗰個個清單都冇嘅，我要幾多你就俾幾多錢我啦，我到時即係攞咩貨俾你，你都唔知。呢個基本上做生意冇可能咁樣。台灣可能即係你叫話好蝦又得，或者台灣為咗要有人保護佢啊，咁於是咧就撳得就撳。咁呢個係第一個原因啦。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台灣一路咧，我覺得係美國會用台灣嚟咧係騷擾中國，騷擾大陸。個原因係點咧？佢久唔久就整下台獨，久唔久呢啲美國嘅議員啊、國會議員啊又會組團過去，咁亦搞到咧就係中國係好鬼煩啊、好鬼厭啊！你班友仔喺度成日就係刺激同埋鼓勵緊台獨嗰啲人啊嘛。呢個對台灣嚟講，原來一個對中國有咁多騷擾方法嘅最好最簡單嘅方法添。咁當然第三咧，我哋追溯一下咧，就上一次拜登同特朗普嘅選舉啊，呢個應該係咪19年尾啊？19年尾嘅選舉就係拜登贏咗噶嘛。當然咧，係選舉期間咧，美國嘅媒體咧係做咗一個調查，就係共和黨支持共和黨嘅究竟有幾多人咧係反共嘅，80%；民主黨有幾多人反共嘅，60%。即係換一句話咧，共和黨佢嘅支持者基本上係反共噶嘛。如果你而家唔反共、親共，甚至有人話你去到咧就拜共啊，跪低為咗錢，佢下次真係唔使選噶喎。所以佢又要咧係古靈精怪、古古惑惑咁啊！一方面咧又可能希望同中國做生意，攞到中國嘅錢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又希望咧能夠繼續攞翻佢嗰啲票。如果啲票咧係要反共嘅，如果你今次突然間喺台灣嘅問題上面180度轉態咧，佢嘅支持者可能會甩咗一半嘅喎。咁我估呢3個因素咧係導致到佢咧喺呢個問題上面，佢唔會好清楚、好直接地咧係喺今次嘅會談裏面咧係答習近平主席。好啦，我反台獨啦，好啦，我唔賣軍火啦，好啦，我支持晒你哋統一啦，係唔會講呢啲嘢。係嘅，咁啊呢一次咧就係呢個特朗普嚟北京之後咧，就雙方面冇一個文字上嘅嘢。咁啊係咪喺等到中國嘅領導人回訪美國嘅時候先出文字嘅嘢咧？咁我哋不妨咧就拭目以待。今日我哋又傾到呢度先啦。咁啊下次我哋再揾基哥傾過。拜拜。